今日帶大家嚟到 ICC 62樓參觀新鴻基地產位於元朗錦田嘅全新住宅項目千裕。先睇整體嘅模型，千裕位於錦田影河路 1A 號，由3座14層住宅組成，合共提供566伙，戶型涵蓋1房、2房、3房同埋特色單位。當中約70%係400平方尺嘅2房，屬於項目嘅主打戶型。模型最具搶眼嘅地方就係俾大片綠化園林包圍住住客會所。項目設有超過10.6萬平方尺嘅園林會所，提供48項設施，包括約33米園林泳池、24小時健身室以及600米嘅緩跑徑。整體營造度假式生活嘅環境，標準單位樓層高低更加達3.5米，空間感係今次參觀嘅重點。交通模型亦展示項目同錦上路站、元朗站以及周邊鐵路網絡嘅相對位置。